后来乡亲啊，大数据网站的统计，伫个网络顶，台北市长郭文摕的声量上悬，台南市长黄伟哲互人的好感度上好。食鱼食肉嘛，只要有个豆干来夹。润饼糕包加2粒啊，因为嘛是真正经。还有我靠，这就是不像样的春卷。还有食罐头面，互人看了巴肚一直摇起来。 好吃的不得了。台南市长黄伟哲上任了后，想尽办法要行销在地美食甲观光，强要变成另外一种的网红。依照实施大数据的网站网络导展，会整今年4月22到7月20，全台湾22个县市首长网络社群讨论文章甲新闻报道的篇数，分析出网络声量甲好感度。前两名都是6都的市长黄伟哲，就以网友评价好评影响力。 俄罗的比例占30%上悬，是第1名的好感王。还有努力的空间，我们还会努力。所以这个部分，当然第一感谢，第二我会努力，第三我们会努力拼这个施政满意度。另外，台北市长郭文摕众论关注焦点以79万几篇摕到声量王。台南市长罗秀燕伊的好感度，俄罗的比例是25%，比侯友宜的18%搁较悬，两个人批评的比例拢是20%。 不过，因为罗秀燕的网络声量敢若57000几篇的讨论，比侯友宜128000几篇搁较少，所以讲敢若得到第3名。这份调查后，全台湾的县市首长更加了解广大这网友对于事情的评价。网络行销的政策嘛变成拍空战的第一战场。